晚年同兄弟姊妹結仇，做好呢3件事你就贏咗。你有冇發現一樣嘢？人越老越容易同兄弟姊妹反面。細個瞓過同一張床，食過同一鍋飯，阿媽打你嗰陣佢幫你擋過，你哋分過一嚿糖仔，你跌親流血係佢孭你去睇醫生。呢種情係刻喺骨入面，冇得刪除嘅。但偏偏就係呢種至親，到咗晚年，一件事一句話，幾十年嘅親情就一朝拆晒，老死不相往來，連對方大限將至都唔肯行埋去睇一眼。我做呢一行睇過太多呢種家庭，喊到眼濕濕嚟揾我嘅長輩，唔係講錢唔夠使，唔係講身體唔好，唔係講仔女唔孝順，係兄弟姊妹反面，老咗仲要反面，呢種痛係最深嘅痛。點解最深？因為其他關係你可以選擇離開，老友反面你可以再交個第二個，兩公婆過唔落，大不了各行各路。唯獨兄弟姊妹，你冇得揀，亦冇得換。你同佢流住同一個爹娘嘅血，呢種血緣關係係天注定，係你走得到人，走唔到嗰段情，所以呢段關係一斷。你以為你可以當冇事發生，你以為唔見佢我照樣過得好好，但夜闌人靜嗰陣，你個心係痛嘅，係空一同嘅，係痛足下半世嘅。今日我唔想講你喺出面聽到厭嗰啲，一家人要和和氣氣，血濃於水，打斷骨頭連住根。呢啲道理你阿媽由細講到你耳仔生繭啦，你自己都識講俾人聽，但點解冇用？點解講極都做唔到？就係因為冇人肯撕開層皮同你講真相。兄弟姊妹老咗反面，真正嘅原因喺邊？佢個根喺邊？同埋你要點做先至可以喺呢場仗入面做翻個贏家？我講嘅贏唔係贏口舌，唔係嗌贏佢，唔係爭翻嗰啖氣。我講嘅贏係贏翻你個心嘅安寧，贏翻你下半世，唔使喺半夜諗翻起舊事就眼濕濕，唔使去到有一日企喺靈堂前面先嚟悔到牆都青。呢3件事你且慢走，坐低聽我慢慢同你講。呢3件事任何一件你做得到，你嘅晚年都會唔同。先講清楚兄弟姊妹點解會到老先反面。好多人以為兄弟姊妹反面係突然嘅，今日仲一齊食緊團年飯，有講有笑，聽日就反面，連電話都封鎖埋。其實唔係，冇一段關係係突然斷嘅，佢一路都喺度裂咗好耐，只不過你唔為意咋。就好似一堵牆，你見佢突然冧，其實佢入面早就有條裂縫，由細縫裂到大縫，風吹雨打咁多年，到某一日一陣風就冧咗俾你睇。我睇過咁多個案，兄弟姊妹晚年結仇，嗌到最後老死不相往來嘅，9成9離唔開3樣嘢。第一，分身家；第二，照顧父母邊個出得多；第三，細個嗰筆冇結清嘅數。你聽住呢3樣嘢，表面上係錢係事係邊個食虧邊個佔便宜，但係佢底層拆到最盡，全部都係同一樣嘢，公唔公平？人個心裏邊有一杆情，呢杆情唔係你老咗先有嘅，係由你識行識走嗰陣就已經喺度度緊。阿媽係咪偏心細佬多啲，買嘢俾佢多過俾我？阿爸係咪淨係錫個女，連正眼都少望我？點解層樓俾阿哥冇份俾我？點解阿媽臨終嗰陣係我一個人喺床邊守，佢哋連個電話都少打？而家分身家又走晒出嚟，呢啲嘢你後生嗰陣可能唔計較，或者你計較你都唔出聲。點解唔出聲？因為大家仲有排日子要行，大家仲要行年過節見面，仲要留翻啲面俾對方，唔想撕破面皮。你將呢啲嘢一件一件收埋喺個心度，當佢冇發生。但到咗晚年，你會發覺一樣好得人驚嘅嘢。人越老越算舊數，點解會咁？我同你分析，因為你老啦，你退咗休啦，你精力冇咁多啦，你個世界係一路咁縮細，縮到最後剩翻屋企呢幾個人。你冇咗工作，冇咗同事，冇咗應酬，啲老友一個跟一個走，啲仔女又各自成家立室，望自己嗰頭一個月都未必打得一次電話俾你。你日日坐喺張梳化度，對住四面牆，冇乜嘢做。你個腦冇嘢忙，你就會開始做一樣嘢，反刍。你識唔識牛點樣反刍？牛食咗啲草落肚，得閒又反上嚟個口，再嚼多次。人老咗都係咁，你個腦冇新嘢入，佢就將舊嘢反上嚟。你日日反，夜夜反啲幾十年前嘅委屈，一件一件反上心口再嚼。你越嚼越唔妥，越嚼越覺得當年自己好蠢好委屈。
越嚼越覺得憑乜嘢佢佔我便宜，憑乜嘢阿媽偏心佢，憑乜嘢當年食虧嘅係我。呢就係點解好多老人家後生嗰陣明明同兄弟姊妹好地地，越老反而越合唔嚟。唔係佢老咗變衰，係佢得閒咗，係佢有時間將個肝拼攞出嚟一次又一次咁度。我講一個真事你聽，有一對親姊妹，家姐70幾，細妹60幾，佢哋阿媽留低一層樓，臨終嗰陣講得明明白白，層樓俾細妹，因為呢啲年都係細妹喺度湊阿媽，擔屎擔尿，湊到阿媽閉眼。家姐嗰陣冇出聲，佢仲同親戚講：好啦，妹妹湊得多，呢層樓佢應該嘅，我冇意見。呢句嘢佢係真心講嘅，當時一啲都冇詐。但過咗一段日子，家姐個仔要結婚，想買樓，首期唔夠，家姐坐喺屋企越諗越唔妥，佢個腦開始反嘈啦。佢開始咁諗：當年阿媽臨終係咪細妹喺床邊偷偷講咗啲乜嘢俾阿媽聽？係咪佢氹阿媽，呃咗阿媽？點解阿媽會咁偏心？我都有湊阿媽㗎，我嗰陣又要湊孫又要返工，我係抽唔到身啫嘛，又唔係我唔想湊。講到底，嗰層樓係爹娘嘅，憑乜嘢佢一個人獨吞？你睇，佢開始改寫返成個故事。當年佢真心講應該嘅，而家變咗佢呃咗阿媽。呢樣嘢好可怕，你要記住，人個腦係會自動幫自己嘅委屈揾理由嘅。佢唔係呃你，佢係連自己都呃埋。佢反隨嗰陣會自動將啲對自己有利嘅情節放大，將啲對自己唔利嘅情節縮細刪除，到最後呢杆秤永遠都係向佢自己嗰邊傾。結果佢去揾細妹，話當年層樓佢有份，要分翻一半嘅錢俾個仔買樓。細妹聽到當堂火滾，細妹話呢層樓係阿媽親口俾我㗎，你當年仲親口應承，而家你反口，我湊阿媽嗰幾年你去咗邊？你出過幾多力？兩姊妹就咁反咗面，反到咩程度？反到連阿媽嘅忌神都唔肯一齊拜，一個初一去拜山，一個初二去，專登錯開時間，唔想撞到對方。阿媽生前最想兩個女好，死咗都眼睜睜睇住兩個女，因為佢層樓反面，你話係嗰層樓嘅問題咩？唔係，層樓由頭到尾都喺度，一寸都冇少。真正嘅問題係家姐個心嗰杆秤失衡咗，佢覺得唔公平。而呢種唔公平嘅感覺，冇人幫佢化解過，佢自己又日日反嘈，越積越深，積到某一日，一件小事一觸即發，就爆煲。所以我而家同你講第一件事，你要做嘅第一件事，唔係去爭，唔係去嗌，唔係去揾個公道，因為呢個世界根本冇絕對嘅公道俾你揾。你要做嘅係第一件事，放低你心入面嗰杆秤，唔好再度公唔公平。我知呢句嘢好難聽入耳。你即刻會頂我，憑乜嘢？明明係佢佔我便宜，係佢衰，我點解要放低？我放低咪即係認輸，即係縱容佢。慢住，你聽我講，你有冇諗過一樣最根本嘅嘢？你嗰度嘅嗰杆秤準唔準？你以為你阿媽偏心阿哥，但你知唔知阿媽心入面真正點諗？你知唔知阿媽可能私底下揾過阿哥幫咗幾多手？阿媽可能同阿哥講過，你妹妹將來靠你照顧。你以為你湊父母湊得最多，但你有冇計過真數？你嗰個你覺得冇乜出力嘅兄弟姊妹，佢背後幫過父母啲乜嘢，俾過幾多錢？你係咪真係全部都知？我睇過太多所謂嘅唔公平，拆開嚟逐樣睇，根本唔係咁一回事。最得人驚嘅係乜？係一家人5個仔女，我逐個傾，5個人個個都覺得自己係俾得最多，攞得最少嗰個，個個都覺得自己係食虧嗰個。個個都覺得爹娘偏心第啲人，你話咁點可能？5個人一齊食虧，咁邊個佔便宜咗先？冇人佔便宜，係每個人度嘅秤都唔準。你覺得阿媽偏心阿哥，但阿哥可能一路覺得阿媽偏心你添。佢可能一世都記住阿媽臨終將隻肉鴨俾咗你，冇俾佢。你覺得你湊父母湊得最多，但你個妹可能背住你，悄悄咁每個月俾家用俾咗幾十年。佢從來冇講，你根本唔知。人道嘅秤永遠向自己嗰邊傾，呢樣嘢唔係你衰，唔係你貪心，係人性，係與生俱來嘅。點解會咁？好簡單，你自己付出咗幾多，你日日見到，件件記得清清楚楚。人哋付出咗幾多，你見唔到，你唔知，你腦入面根本冇呢筆數。
你只記得自己流嘅汗，你睇唔到人哋流嘅汗。咁你把秤一邊放住你自己所有嘅付出，另一邊差唔多係空嘅，你話佢點會準呢？佢一定向你自己傾㗎嘛。我講《論語》裏面一句嘢俾你聽，孔子講：公自厚而薄責於人，則遠遠矣。乜意思？就係你對自己嚴格啲，對人寬鬆啲，咁你就會遠離埋怨。呢句嘢2000幾年前就講咗，點解到今日仲咁啱用？就係因為人性2000幾年冇變過，個個都係嚴以律人，寬以待己。律自己嗰陣好寬鬆，律人嗰陣好嚴格，所以個個都活喺埋怨入面，個個都覺得成個世界虧欠咗自己。我而家教你一個實實在在嘅方法，唔係叫你扮大方，唔係叫你死頂啞忍，啞忍最傷身，忍到出病，呢個我唔叫你做，我叫你做一件更加根本嘅事，你唔好再度呢杆秤啦，你直接將佢拆咗佢，毀咗佢。咩意思？就係你唔好再計，你唔好再喺度諗佢俾咗幾多，我俾咗幾多，邊個多邊個少，因為呢筆賬你計極都計唔清，資料殘缺，標準又各有各睇，你計到天光都計唔出個公道。而且你越計越痛苦，你計到嘅結果永遠都係你食虧。呢杆秤存在一日，你就痛苦一日，你就恨一日。你會即刻問：唔計，咁我咪蝕晒底，咁佢咪贏晒？我反問你一句：你計咗咁多年啦，你有冇因為計而多咗1分錢落你個荷包？1蚊都冇。你計咗咁多年，你換到啲乜？你換到一肚氣，換到成日瞓唔着，換到血壓高，換到一個反咗面嘅兄弟姊妹。你嗰筆賬由頭到尾只有支出冇收入，淨蝕嘅。你計你輸晒，輸健康，輸心情，輸親情。你唔計，你至少贏返你個心嘅平靜。呢樣嘢先係無價。有個長輩同我講佢點樣放低嗰杆秤，我覺得佢講得好通透。佢話佢有一日突然諗通咗，我阿爸阿媽生我出嚟，含辛茹苦養我到大，供我讀書，供我成家，呢筆恩呢筆賬我做牛做馬一世都還唔晒。相比呢筆天大嘅賬，我同兄弟姊妹之間嗰啲雞毛蒜皮，邊個多攞咗層樓，邊個少俾咗家用，又算得啲乜？佢話佢咁一諗，成個人一下子鬆晒，幾十年嘅結一下就解咗。佢唔再計阿哥當年佔咗佢乜。點解？因為佢發覺佢同阿哥喺父母嗰筆還唔晒嘅大恩面前，大家都係欠債人，大家都還唔到，咁大家仲爭嚟做乜？兩個都係欠債嘅，爭嚟爭去爭邊個欠少啲，好無謂。呢個先係真通透。你記住，你個心要度嘅唔係你同兄弟姊妹之間嗰筆算極唔清嘅小數，你要抬起頭睇嘅係你同父母之間嗰筆一世都還唔晒嘅大賬。你一睇通呢樣嘢，你個視野一放大，兄弟姊妹之間嗰啲你爭我奪，自然就輕咗、淡咗，唔再壓得你透唔到氣。呢件事叫做放低嗰杆秤，你就贏返你個心。第二件事，主動開口，唔好等對方放低咗嗰杆秤，你個心鬆咗，你唔再被過去綁住，但鬆咗仲唔夠，因為關係已經裂咗，你要主動去修補佢。而修補一段裂咗嘅關係，最難行嘅一步係咩？係開口，係跨過嗰度叫做面子嘅門檻。我同你講，兄弟姊妹反咗面之後，最悲哀嘅係乜嘢？唔係兩個人都唔想理對方，如果兩個都真係唔想理，冇感情，咁就算數，一別兩寬。最悲哀嘅係兩個人其實心底裏面都想和好，都想返到從前，但兩個人都喺度等邊個先行第一步，等邊個先開口，等邊個先低頭。你喺你屋企諗，點解一定要我先低頭？明明係佢唔啱先，係佢衰，佢唔嚟搵我，我死都唔會主動搵佢。我拉唔落個面，而喺城市嘅另一頭，你個兄弟姊妹喺佢屋企揸住個電話諗緊一模一樣嘅嘢，點解一定要我先服軟？明明係佢冇道理，係佢當年傷我在先，佢唔嚟道歉，我唔會理佢，我都要面㗎。你睇，兩個人諗住一模一樣嘅嘢，揸住同一道牆，背對背咁企，結果呢，兩個人就咁等落去，等1年，等2年，等到大家頭髮都白晒，牙都甩晒。然後有一日，其中一個走咗，可能突然中風，可能一場大病走得好急，冇留低一句話，剩返嗰個企喺靈堂前面望住個相，喊到崩潰，悔到腸都青。點解我當年唔早啲揾佢？點解我要爭嗰一啖氣？
而家我跪喺度搏晒命嗌破喉嚨，佢都聽唔到啦，再也揾唔返啦。呢一幕我見得太多啦。有啲人係一定要行到靈堂前面，先至肯放低嗰度面子，先至知道當年爭嗰啖氣有幾蠢。但呢種醒覺係冇得補救嘅，係太遲嘅，係要痛一世悔一世嘅。你嗰個兄弟姊妹一走，你連道歉嘅機會、和好嘅機會都冇埋，連佢一句其實我都想揾你都聽唔到。所以我而家同你講一句掏心掏肺掏晒出嚟嘅嘢，唔好等。你如果心底裏面想揾佢，你就即刻揾，唔好拖，唔好等。你即刻又會頂我，憑乜嘢一定係我先？我都食咗咁多年虧啦，受咗咁多委屈，而家仲要我先低頭去揾佢，我唔抵噶，我唔甘心。你聽我慢慢講，邊個先開口？呢件事唔係睇邊個啱邊個錯，你捉住個啱錯唔放，你就永遠行唔出第一步，因為你永遠覺得錯嘅係對方。邊個先開口係睇邊個更加睇得通，邊個更加睇得化。我打個比方俾你聽，兩個人企喺懸崖邊，用一條繩綁住彼此，喺度嗌交，喺度拉腳，邊個肯先放軟手腳是好？唔係嗰個衰嘅認輸嘅無用嘅，恰恰相反係嗰個更加惜命嘅，更加想兩個人都生存落去，更加睇到條命貴過條氣嘅。你先開口，唔係你認輸，唔係你衰，係你俾佢睇得通透。你知道呢段幾十年嘅血緣關係，佢嘅價值大過你嗰一啖氣，大過你嗰陣面子。而且我同你講多一個真相，呢個真相好多人一世都唔明。先開口嗰個先係真正嘅強者。你諗下，邊種人死都唔肯低頭？係一個內心虛怯嘅人，一個自卑嘅人。點解佢死頂？因為佢驚，佢驚一低頭就冇晒面，冇晒尊嚴，冇晒嗰陣嘢撐住佢個空殼。對佢嚟講，嗰陣面子係佢僅有嘅嘢，唔可以冇。而一個真正內心強大、有底氣嘅人，佢先唔怕低頭，因為佢好清楚，一低頭，主動行前一步，並唔會令佢矮一截，並唔會削佢一塊肉。佢內心夠豐盈，佢冇嘢好驚，佢唔需要靠贏你嚟證明自己。所以下次你再諗，憑乜嘢一定係我先嗰陣，你反過嚟咁諗，正正因為呢件事只有真正有本事、內心真正強大嘅人先做得到。所以等我嚟做，你行出呢一步，你唔係認衰，你係全屋全個家族入面內心最強大、最有本事嗰一個。你係嗰個有能力去修補、去化解嘅人。呢種能力唔係人人都有。至於具體點開口，我教你一個實用嘅法門。你唔好一開口就翻舊賬，唔好話當年你點點點，我一直好嬲。你一提舊事，兩個人即刻又嗌翻起上嚟，火頭一點即着，搞到更僵。你要做嘅係揾個由頭，一個輕輕鬆鬆、順理成章嘅由頭。生日時年八節，身體唔舒服，屋企有喜事，總有一個由頭，俾你順勢行出第一步，又唔失面子。阿哥，聽日冬至喎，一家人不如一齊食餐飯。阿妹，我聽人講你上次入過醫院，你身體而家點啊？有冇好返？就咁簡單，一個電話，一句問候，一個由頭。你唔使道歉，你唔使認錯，你唔使講一句對唔住，你只需要行出嗰一步，主動搭翻條橋過去。你信我，對方等咗你咁耐，佢喺電話另一邊一聽到你把聲，一聽到你肯主動揾佢，佢個心已經軟咗一大半，佢緊繃咗咁多年嘅嗰陣嘢，一下就崩堤。佢可能口硬，嘴上仲拿住款，但佢個心已經喊緊。呢件事叫做主動開口，你就贏翻呢段關係。你千祈唔好等到靈堂前面先嚟悔，嗰陣你跪低搏晒命都贏唔翻啦。第三件事，守住個界，親兄弟明算賬前面兩件事，一件叫你放低你個心，一件叫你行出你嗰步，兩件都係叫你退，叫你軟，叫你放低身段。但我而家要講嘅第三件事係啱啱相反嘅，你要守，你要企硬。好多人一聽一家人要和好就誤會咗，以為和好就等於冇底線咁去付出，冇原則咁去啞忍，人哋要乜俾乜，人哋講乜聽乜。唔係，我同你講呢樣嘢，唔單止唔會令你哋真正和好，反而會為你哋日後再一次反面埋落個更大嘅雷，而且第二次反會反得更加慘，更加徹底，連翻身嘅餘地都冇。兄弟姊妹之間最傷感情嘅，你估係乜？唔係嗌交，唔係拗頸，嗌交拗頸，一家人之嘛。
嗌完照樣一齊食飯。真正最傷最致命嘅係冇界線。咩叫冇界線？就係你唔分你我。你以為一家人就唔使講錢，唔使立字據，唔使白紙黑字講清楚，一講清楚就好似好見外，好傷感情。結果呢，我俾幾個情況你睇。阿哥問你借錢周轉，話我哋自己人使乜寫借據咁見外，你信唔過我，你為咗唔想佢覺得你信唔過佢，你就冇寫錢借咗出去，1年2年，佢唔提你都開唔到口追。你想追，一開口即刻變成你連自己親兄弟都要住數，你有冇人情味㗎？你食咗個啞巴虧，只可以打落牙齒和血吞。你個心一日一日恨佢入骨，但你半句都唔敢出聲。呢啲恨你唔講，佢就一日一日咁積到某一日爆煲。為咗幾萬蚊反面收場，連兄弟都冇得做。你話抵唔抵？我講一句老祖宗嘅話俾你聽，親兄弟明算賬。呢句嘢好多人以為係教人無情，係市儈。啱啱相反，正正因為你想同佢做一世兄弟，你先至要同佢將啲賬算清算楚。你諗深一層，點解一開始就要算清楚？就係因為你唔想將來因為錢反面，唔想你哋幾十年嘅手足情，最後毀喺一筆糊塗賬度。你一開始就算清楚，講明白，你哋之間就冇咗呢粒炸彈，以後就唔會有得爆。你唔算清楚，你以為咁樣叫做大方，叫做色情，叫做夠義氣，其實你係親手埋咗個地雷落去，佢遲早會炸，而且一炸就炸到你哋兩個都焦頭爛額，血肉模糊。我再講一個真事你聽，呢個係反面教材。有兩兄弟合夥夾錢開間鋪頭做生意，大哥有錢出資本多啲，細佬冇乜錢，但後生有力就出多啲力，日日返鋪頭睇場，由朝做到晚。一開始兩兄弟感情好到黐埋一齊，做嘢唔分你，我賬目都懶得記，覺得自己人計咁清，做乜好傷感情。做咗幾年，鋪頭做得起，賺咗一筆錢。好啦，問題就喺分錢嗰日爆出嚟，大哥話我出嘅資本最多，冇我筆本錢邊有間鋪，所以我要分70%，合情合理。細佬即刻反面，你出咗錢之後就當甩手掌櫃，成日唔見人，日日喺度睇鋪捱生捱死嘅係我，冇我邊有生意做，我起碼要分一半。你聽下，兩個人各有各嘅道理，而且講嘅都唔係冇道理，一個講本錢，一個講汗水都啱。但正正因為一開始冇講清楚，冇白紙黑字寫明你出幾多本，我出幾多力，將來點樣分成，去到分錢嗰刻冇咗個準則，就只能各執一詞，嗌到面紅耳赤，反目成仇。兄弟做唔成，最後連間賺緊錢嘅鋪頭都要拆夥清盤，兩敗俱傷。你話如果佢哋一開始喺間鋪仲未開嗰陣就坐低心平氣和講清楚，哥你出幾多本，我出幾多力，日後賺咗錢你幾多我幾多，一條一條寫清楚，兩個簽個名，會唔會有後來呢場仗？一定唔會。所以我話你知，賬目唔講清楚，唔係色情，係害咗段情。講到呢度，可能有人心入面會有個疑問，會想頂我。你頭先第一件事叫我放低個乾秤，唔好計咁多，而家第三件事又叫我算清楚啲賬，呢兩樣唔係自相矛盾咩？一時叫我唔好計，一時叫我計清楚。問得好，等我講清楚，一啲都唔矛盾。重點喺呢8個字：舊賬放低，新賬講清。你聽住過去嘅嘢，當年邊個佔咗你便宜？阿媽當年偏心邊個？呢啲係舊賬。舊賬嘅特點係資料殘缺，各執一詞，你計極都計唔清，越計越痛，越計越恨，而且計得清都改變唔到錢，攞唔返，時光倒唔轉。所以舊賬你要放低，呢樣係為咗唔再折磨自己。但將來嘅嘢，你哋日後合作借貸分產，呢啲係新賬。新賬嘅特點係佢仲未發生，一切仲有得講清楚。你一開始就一碼歸一碼，白紙黑字講明白，咁就唔會再產生新嘅委屈、新嘅誤會、新嘅炸彈。你要知道，今日你唔講清楚嘅新賬，過多幾年佢就會變成第日折磨你，令你哋反面嘅舊賬。所以你睇，你放低舊賬係為咗唔再痛，你講清新賬係為咗以後唔使再製造多一筆新嘅痛。呢兩樣嘢方向睇落相反，一個叫你放手，一個叫你企硬，但佢哋嘅目的其實係一模一樣，都係唔想再因為一筆糊塗賬輸掉一個流住同樣血液嘅兄弟姊妹。明晒未？所以
第三件事，守住個戒。呢個戒具體包括幾樣嘢，我逐樣同你講清楚。第一，錢銀要清，借錢就寫清楚，幾多幾時還，唔好當見外。呢個先係保護雙方合作就立字據，講明點分。呢啲嘢唔單止唔傷感情，反而係保護感情嘅護欄。你越清，你哋反而做得越耐，越冇心病。第二，你唔使乜都俾，你要有底線。好多人有個錯覺，以為兄弟姊妹一開口我就冇資格拒絕，一拒絕就係冇情義，就係無情，大錯特錯。你可以幫係情分，但你要量力而為，你要有條底線，守住你珠不知。如果你每一次都無底線咁俾，有求必應，你換嚟嘅唔係感激，恰恰係理所當然。呢個就係人性，你俾得越容易，佢就越唔珍惜。你頭100次幫佢，佢當係應份，到有一日你自己都難幫唔到嗰一次，佢唔單止唔明白你，佢反而會恨你、怨你、話你，哼，你以前咁樣幫人，而家竟然連我都唔肯幫你，變咗你無情。你嗰幾十年嘅傾囊相助，就因為一次誤，一筆勾銷，抹到一乾二淨。所以你打從一開始就要有條界，呢條界會令佢清清楚楚明白，你嘅幫係情分，唔係本分，係人情，唔係債務。第三，唔好過分介入對方屋企嘅家事，呢樣都好重要。你見你個妹教仔教得唔啱你心水，你忍唔住插嘴指點。你見你阿哥兩公婆嗌交，你即刻要落場幫阿哥講兩句。你以為你係關心，係為佢好，但喺對方眼中你係越界，你係多管閒事，你係搞到人哋兩公婆更加嗌交。人哋屋企嘅事冷暖佢自己知，讓佢哋自己去搞掂。你守住你自己嗰條界，唔越雷池半步，你哋嘅關係反而長長久久，冇咁多摩擦。呢件事叫做守住個界，你就贏返長久。你千祈唔好以為退到冇晒底線，忍到冇晒自己，先叫做和好。真正嘅和好，真正長久嘅手足情，係大家都企喺自己嗰條界線度，各有各嘅尊嚴同分寸。你敬我一尺，我敬你一丈。呢三件事點解可以令你成為真正嘅贏家？我而家幫你從頭梳理一次，你就明白呢三件事嘅精妙。喺邊一件叫你放低，一件叫你行出，一件叫你守住。放低嗰杆秤處理嘅係過去，係搞掂你自己個心，將幾十年積落嘅怨氣一次過卸低。主動開口處理嘅係現在，係搞掂你同佢當下斷咗嘅關係，重新搭一條橋。守住個界處理嘅係將來，係為你哋建立一個健康長久行得遠嘅相處模式。你睇，一個搞掂過去，一個搞掂現在，一個搞掂將來。呢三件事一環扣一環，缺一不可。你三件事都做齊，你就唔單止係和好咁簡單啦，你係親手建立咗一段唔會再翻船、經得起風浪嘅手足關係。而我點解一路強調話你係贏家？你靜心諗下，一場兄弟姊妹之間嘅仇怨，如果冇一個人肯行第一步，最後嘅結局係乜嘢？係兩敗俱傷，兩個人都痛，兩個人都恨，兩個人都閉眼，嗰日都解唔開個結。仲慘嘅係你哋嘅仇會傳落去，你啲仔女睇住老豆同阿伯反面，佢哋堂兄弟姊妹之間都疏遠埋，一代傳一代，一整個家族嘅血脈就咁散晒。呢場仗冇一個贏家，只有一堆輸家，而且係輸足兩代三代人。但係如果你肯做呢三件事，你就係嗰個有本事有胸襟去打破呢個死局嘅人。你冇輸，你反而係全場甚至係成個家族入面唯一嗰個真正嘅贏家。你贏咗啲乜？我逐樣數俾你聽。你贏返你個心嘅安寧，以後夜半瞓唔着諗返起舊事，你唔使悔，你個心係妥貼嘅。你贏返一個兄弟姊妹，人老咗，身邊有個同你流住一樣血，識你幾十年，記得你後生個樣嘅人，呢樣嘢你攞幾多錢出嚟都買唔到。你更加贏返你成頭家嘅氣運。呢一點我要同你講深啲，因為呢個先係最緊要嘅。一個家族嘅氣運，好大程度睇嗰家嘅兄弟姊妹和唔和睦。你哋兄弟姊妹一條心團團結結，呢股氣就順暢無阻，順到你啲仔女、你啲孫，佢哋做人做事都會順暢啲，少啲阻滯。相反，你哋兄弟姊妹反目成仇，各懷鬼胎，呢股氣就散到成個家宅都烏煙瘴氣，行衰運。我同你講一個道理，你信唔信由你，但我睇盡人間，
呢個道理未錯過，冇一間可以興旺足3代嘅大屋，佢屋企嘅兄弟姊妹係反目成仇嘅。冇一間你去睇，凡係可以旺足幾代嘅家族，佢哋嘅上一代兄弟姊妹之間一定係同心同德，有商有量嘅。呢樣嘢唔係我講完嘅迷信，係實實在在嘅道理。一家人齊心，力量就凝聚；一家人離心，力量就四散，就蝕晒。一個連自己屋企親兄弟姊妹都容唔落，都要鬥到你死我活嘅人，佢個心咁窄，佢食唔到福，佢嘅福氣又點會大得起呢？所以你聽清楚呢3件事，你去做表面上係為咗同你個兄弟姊妹和好，但骨子裏面你係為緊你自己嘅晚年安寧，為緊你嘅仔仔女女，為緊你成個家族嘅氣運。福澤你肯行呢一步，你唔單止係救翻一段情，你係為你成頭家開一條通往興旺嘅路。我講咗咁多，講到口都乾，我知仍然會有一啲人聽完之後心入面仲係梗住一條刺拔唔出。你會喺度諗，你講嘅道理我全部都明，我唔蠢我明，但我真係恨佢，佢當年真係傷我傷得太深，深到我一諗起就心口翳住我，唔係放唔低，我係唔想放低，憑乜嘢要我放低？我明，我真係明，你呢種恨唔係冇道理嘅，唔係無中生有嘅，佢係真實存在過嘅傷害。我唔會喺度扮聖人同你講你唔應該恨呢啲離地嘅風涼話，你有權恨。但係我想同你講最後一樣嘢，你聽住呢樣嘢可能會救翻你下半世。你嗰個恨，你緊緊咁揸喺手心咁多年，我問你，佢有冇傷到你恨嗰個人？一分都冇。你日日夜夜恨佢，佢喺佢屋企照樣食好瞓好仔，孫滿堂安享晚年。佢可能連你恨緊佢呢件事都唔知道，或者早就唔記得晒。你揸喺手心嗰粒嘢，你以為係一路石掟向佢，唔係噶，嗰咪係一路燒紅嘅炭。你揸得越實越揸，唔甘心放，燒到焦燒到爛，燒到痛嘅，由頭到尾係你自己嗰隻手，唔係佢。你恨咗咁多年，你輸晒咁多個好瞓好食嘅夜晚，你換到啲乜？一隻燒焦嘅手，一個愈嚟愈苦嘅自己。所以我講嘅放低，你要聽清楚，唔係叫你原諒佢，唔係叫你話佢當年做啱咗，唔係要你違背良心去講佢好。放低係你決定唔想再俾嗰件已經過去咗嘅事，繼續喺你餘下嘅日子入面，日日折磨你、傷害你。你放手，你唔係放過佢。佢根本唔需要你放過，你係放過你自己，你係將嗰隻燒焦緊嘅手鬆開俾佢抖一抖。遇翻呢樣嘢，冇任何人可以代你做，我做唔到，你啲仔女都做唔到，只有你自己肯鬆手先鬆得到。而我可以拍心口同你保證嘅係，當你肯真真正正鬆開嗰一刻，你會覺得成個人一下子輕晒，輕到你個鼻會酸，你個眼會濕，你可能會忍唔住喊出嚟。但你喊完之後，你會好舒服，好舒服，好似將一嚟揸咗幾十年壓到你透唔到氣嘅大石，終於卸低嗰種舒服，嗰一刻你先真正自由。講到呢度，我想放低所有道理，同你哋每一位此刻喺屏幕另一邊靜靜聽緊我講嘢嘅長輩講一句心底話。你哋而家心入面會唔會已經浮起咗一個人嘅樣？可能係你阿哥、你阿姐、你細佬、你細妹。可能你哋已經好耐冇講過一句話，可能你哋上一次好好坐低食餐飯已經係好遙遠嘅事，可能你哋兩個之間橫住一件諗起就痛，始終解唔開嘅心結。如果你睇到呢一刻心口有咁樣一下輕輕嘅酸酸嘅喐動，如果你耳邊有把好細嘅聲喺度同你講，不如搵返佢啦，都咁老啦，我求你，請你聽嗰把聲，嗰把聲唔係我俾你嘅。佢係你個心最深最柔軟嗰處發出嚟嘅聲音，佢係你同佢細個孖住瞓喺同一張床蓋同一張被嗰陣，嗰種打斷骨頭連住筋血濃於水嘅情分，喺你個心底輕輕咁叫緊你，唔好等啦。人生冇幾多個幾十年俾你蹉跎，呢個世界亦都冇幾多個兄弟姊妹俾你去揀去擁有。你哋今生今世可以做得一場兄弟姊妹，係幾大幾深嘅緣分。唔好等到只剩翻一個人企喺靈前先嚟隨心肝。睇到呢度，我想請你喺下面留言區認認真真打4個字俾我，同我講一句你屋企嘅實話。
如果你而家同兄弟姊妹關係仲和和睦睦行得埋，有講有笑，你係有福之人。你打家和萬事興呢4個字，你打嘅時候係提醒你自己，呢份福氣幾咁難得，要好好珍惜，唔好等到失去先知痛。但如果你同兄弟姊妹之間而家已經裂咗反咗面，好耐冇講過嘢，心口橫住一條刺，你就打血濃於水呢4個字。你打呢4個字唔係認輸，係你個心底承認咗你其實仲惦記住嗰個人，其實仲想同佢和好。你腦海會浮起佢嘅樣，會諗翻你哋細個一齊經歷嘅事。所以呢4個字唔單止係打俾我睇，更加係你親口講俾你自己個心聽。佢係你個心落嘅一個決定。你一筆一畫打完，你就會平白多咗一分力量，一分勇氣去行出你擱置咗咁耐嘅嗰一步。我睇留言區見到有人打家和萬事興，我替佢歡喜；見到有人打血濃於水，我知道又多咗一個家庭有機會破鏡重圓，又多咗一對兄弟姊妹喺晚年唔使孤零零一個。呢2句無論你打邊一句都開好嘢，福氣呢樣嘢你去邊度揾？唔係喺你個銀行戶口嗰串數字度，係喺你身邊究竟仲有幾多個真心真意有血有肉待你嘅人度。而喺你身邊最應該最值得你去珍惜嗰個人，恰恰就係同你流住同一樣血喊同一個阿媽，由細一齊大嘅你嘅兄弟姊妹，你屋企和睦兄弟同心，先至真真正正叫做家和萬事興。屋企嗰道氣順咗，你個人先會安樂，你啲仔女先會興旺，呢個先係你晚年最大嘅靠山。放低你嗰江道極唔平嘅秤，行出你擱置咗咁耐嘅嗰一步，守住你應該守嘅嗰條界。記住，你嘅晚年係福是苦，唔靠天，唔靠地，唔靠仔女，係你自己話事。我哋下一條片再見。